天父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主啊，阮承认阮是软弱卑微，有罪的人。但是因为你丰盛的恩典，阮受你拣选，成做你的儿女。啊，阮有份伫透过礼拜亲近你的即款的恩典，阮实在是讲袂出的欢喜。所以，阮用欢喜得调的心，同时也是敬虔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所以，阮是好天渴慕，要伫圣殿中间甲你亲近，来听你的话，来明白你的心意。同时也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伫即礼拜久对阮的保守甲看顾。当阮忧伤失志的时，主你赏赐阮到遐的气力，互阮会当伫困难的中间得到丰盛的恩典，来超越过这的困难。同时，阮也要感谢你，伫这过程中间去享受你所赏赐真实的平安。所以，主啊，阮即时伫你的面前，要学了你，透过今日的礼拜，要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乎你。感谢主。主啊，阮特别要将今早起的整个礼拜的过程，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特别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今早起要帮助阮礼拜的所有的同工。求你伫每一个细节顶面掌管，保守看顾一切。特别今仔是总会所定的客家主日、关怀主日，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今早起要传讲信息的罗牧师，透过伊的分享，互阮知阮的使命，也透过今日所有同工的服侍，互阮真正会当将阮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得到你的欢喜。亲爱的主，阮也特别为着阮所心爱的教会，就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人教会来祈祷，求主你使用教会内底所有的兄弟姊妹，亲自差遣阮伫逐角落为你做见证，透过阮的性命的见证，来对别人讲，阮真正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恳求主你保守遮的。亲爱的主，阮也尝试也将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亲爱的主，恳求你保守看顾台湾，会当得到真实的安全、平安。互阮伫遮徛起，会当安居乐业，会当享受主所赏赐一切的恩典。恳求主你保守遮的，我人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上帝是我的救主，我要信靠伊，我无惊吓。上主是我的气力，是我的能力，伊是我的救主。亲像清水，互喙焦的人欢喜。上帝的子民也因为伊的拯救喜乐。伫迄一日，恁要唱歌，感谢上主，学了伊的名，要向万国宣告伊的作为，要向万民宣扬伊的圣名，要向上主唱歌，因为伊成就了大事。伊要互全世界听到这消息。天下这大家平安，并欢喜伫主日的时会当做伙加敬拜上帝。这时，请咱同心做伙来唱歌学了上帝圣诗51首，圣诗51首，吟全首圣在，请起立来吟诗。谢的主，阮的上帝，这是阮大家带着无限的欢喜，甲诚实的心灵，恭敬要服侍伫这个圣殿中。阮有讲不完的感谢，要献伫你的面前。阮虽然软弱，智慧阁有限，总是阮阁一摆看见你奇妙甲全能的引带。你是阮的牧者，阮是你手内羊。无论伫旷野无水的所在，也是阮野生忧愁的时，你拢无离开阮。阮出，阮入，你用你坚固的手来保护阮。阮所需要的各项，无论是物质，也是精神的生活，你拢满足阮的心愿。特别伫今年初全世界受到武汉肺炎威胁的时，侪人陷入惊吓、不安，甚至失实。加在有助力的鼓手，引出阮政府防疫团队
有正确的作为，互阮士农工商以及学校会当正常的运作上课。我们要感谢你特别的恩惠，但是阮也看见世界侪国家即马抑个疫情非常的严重，恳求人民的主帮赞，互研发肺炎疫苗的生化专家赶紧开发出安全佮有效的疫苗，来防止肺炎继续危害阮的生命，通互阮紧紧地当恢复正常的生活甲活动。天父上帝，阮也要感谢你通过主耶稣来拯救阮，互阮的生命有永活的愿望甲价值。阮知你爱阮用换新的心灵甲敬畏你的念头，来成做你的萝卜，出去做福音的光甲盐，伫这个世界做你好的管家。但是阮却有济的惊吓、软弱、无胆甲怀疑，阻挡阮服侍你的热情。主啊，阮知阮的无够额甲缺点，求你照你丰盛的恩典，除去阮的惊吓甲怀疑，赏赐阮能力甲勇气，来宣扬你真理甲活命的话，伫万百姓的中间。亲爱的天父，恩典的主，你无愿意看一人沉沦，却愿意万人得救。今日是客家宣教纪念主日，伫全台湾5个人中间，就有一位客家乡亲，但是信主的比例却是1/1000。阮特别要为着客家族群献上祈祷，恳求圣神帮赞做工，软化客家乡亲的心，互福音通进入因的心内，也互因无受到文化传统宗教的捆绑，复兴因的教会。互因伫经济、财务、人才拢无欠缺，阮确信，主你拢要供应补足因一切的需要。阮大家也要伫主听的内面，互相扶持帮赞，同心合一，共同来完成你所交托的大使命。慈悲的天父，阮集体中间有人身躯欠安，倒伫病床；有人心神不安，受捆绑，失去愿望；也有人失去至亲，心内悲伤。求你照阮无共款的需要，医治、安慰、补足阮的欠缺。互阮大家拢伫你看顾的下面，通得到满足甲平安。阮安尼祈祷无够额，我们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一声安尼来讲。
是请咱来交托启应文第5篇，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5篇，伫圣诗的后面第6页。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迄日对迄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伊的准神遍伫天下。上帝伫伊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篷。也亲像冥勇的人欢喜行伊的路。坐到天的迄边。耶和华的律法照全。耶和华的干净确实，耶和华的教示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敬畏耶和华的这个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比金比济济好金，较通羡慕。搁你的萝卜对这个受警戒，是最要知伊的失措啊！由你阻止你的萝卜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咱继续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275首，圣诗275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
兄弟，是要请圣歌队带咱来学乐上帝，因要吟的诗是：你是上帝真道，遍及万邦。感谢圣歌队用真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上帝。这是请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有两位新约，第一位是新约罗马书第1章14节。现在中文译本是233页。新约罗马书第1章14节。现在中文译本是233页。因为无论恁是甚么款的人，开化的、无开化的、有学问的、无学问的。我拢欠恁的债。第二位的圣经有源伫新约哥林多前书第9章22节。哥林多前书第9章22节。现在中文译本是262页。
伫信心软弱的人中间，我就做软弱的人。为着要争取因，所以伫什么款的人中间，我就做什么款的人。无论用什么方法，我总爱救一寡人。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开力。今早起，罗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为主的客家，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总会客家干事，我叫做赖德清，你见牧师赖德清，赖清德，甲变过来的。咱的副总统叫赖清德，赖德清，安就好记哈。感谢上帝。我将今仔圣言节用刻意搁读一摆哈。无论对马家人，迄文人人，也迄盲开发嘅。迄聪明人也迄有用嘅，爱拢总欠记定嘅在信心软弱嘅人当中，爱叫做软弱嘅人，为着爱得到软弱嘅人，总讲在马家勇嘅人中间，爱叫做马家勇嘅人，无论用马家方法，爱总爱救着人。这是今仔日客家圣经，感谢上帝。咱今日题目是为主的客家，为主的客家。咱要向汉人、客家人来传福音。咱今日圣经在有讲到两种人吼，就是希腊人。希腊人受到客家文化有来影响有教养的人，就是讲的迄聪明的人。佫有一种人，就是未开发的、无文化的、野蛮的人、愚妄的人。毋过，即两种人呢，咱拢欠伊福音的罪。所以保罗伫遐讲，爱迫切甲福音传予外族的人，这是出于责任感。那亲像欠钱要还钱的即种的责任，即种的迫切。所以咱亲像迄个欠钱啊，咱欠人钱啊，暗时困袂去吼，欠钱要还钱，迄种的迫切，所以伫遐欠传福音的罪。保罗确信传福音的大能，要带予人丰盛的性命。福音要对人，将人对迄个丧向的心、会败坏的身体、有限的人生，甲伊呼救起来。呼救起来，得到永远的性命，得到永生的愿望。这就是今仔日咱的圣经节吼。汉人要传福音，今仔圣经节。要甲大家分享客家啦吼。咱想了客家，咱想了什么呢？客家就是一个族群，我甲大家介绍，一个族群经过战争，经过千刷真多风土即种文化，甲败退，甲征战，甲其他族群相拍，伫遐离开家乡，不断千刷换所在去追求适合徛起的所在。所以即个族群叫做人客啦，人客一直搬厝嘛，人客。客家叫做伊的名叫做客家，所以毋是主人呢，是人客呢。毋过伫信仰的内底，伫耶稣基督内底，咱已经找到属灵的家，就是上帝的家。所以无论你倒落找到上帝的家，都是毋是人客啊啦。无论去倒位找到上帝的家，找到属灵的家，安尼就是毋是人客，是主人啦。感谢上帝。好。咱常常讲客家是啥物啊？客家我都无看到呢，我看到的拢是河洛人嘛。客家伫倒位？因为汉人最后美起来吼。毋过我甲大家搁一摆来分享客家伫你的身躯边，客家的文化、客家的食物、客家就是伫你的身躯边，汉人嘛伫你的身躯边啦，美伫咱的中间啦。好，民以食为天，咱先来讲食的部分。
咱的客家的食的物件吼，实在啊，有一个精神叫做食材尽用啦吼，就是讲所有的物件拢要甲食落去啊，毋通浪费啊吼。所以咱食着猪肠啊，猪肠、鸡肠、猪肚下水北来吼，咱台湾人食的物件吼，即种物件就是所有的食材拢甲食落去，毋通讨济啦吼啊。这就是客家的精神吼，汉人吼，啊，搁食会落饭啦，配饭。啊，袂使卖菜卖食较济，啊会落饭吼，啊所以味较重吼，所以咱食客家的菜味较重吼，这是这就是毋免食汉的菜，汉济菜，这是客家的菜的特色。啊，营养伊爱蛋白质吼，较有溃烂吼，啊所以安尼做工课较有溃烂，所以呢，就是爱有营养。所以咱逐拄仔讲这北来吼，这拢是有蛋白质的，食落去真健康，啊有溃烂安尼吼，所以。啊，这就是客家的食材，客家的食物。啊，来，我有找几项要特别互大家看吼。酸菜猪肚汤，这是客家的菜哦吼。酸菜猪肚汤，这客家的菜哦吼。搁看者，我特别咱找出吼。梅干扣肉，梅干扣肉是客家的菜哦吼。你毋通讲这河洛菜，毋是，这客家的菜哦吼。搁看者哦，搁看者客家，梅干扣了过来，葱爆鱿鱼，这是客家小炒啦吼。客家小炒，伊的名的客家，这绝对无毋对。客家小炒，这嘛是客家的菜吼，伊就一堆物件甲炒做伙吼。咱的特色就是一堆物件甲炒做伙安尼啦吼。过来吼，搁看者强食炒菜场，揪丝炒大肠，这嘛是客家的菜哦。你看肠啊，美国人无食肠啊，咱台湾人这客家的是啥物拢甲食落去啦，所以。姜丝炒大肠，过来客家咸猪肉，客家咸猪肉，这咸咸较会落饭啊吼，所以客家咸猪肉这嘛是客家的菜，兄弟姊妹你拢有食过客家的，你嘛去讲客家伫倒，你逐工拢食客家的菜咩？足落饭，佮食了足有气力的吼。好，佮甲大家分享即个客家擂茶。客家擂茶嘛是客家的物件无，伊个叫客家嘛，客家嘛吼。这什么话呢？就是像讲迄果子食春的啦吼，土豆食春的啦吼，啊，即个地叶食春的拢甲磨做粉啦，甲摕落落磨做擂做粉，叫做客家擂茶。吼，啊擂足忝的，所以迄其实是很累啦吼。啊，到尾讲变做擂啦吼，其实本来是讲很累啦，足忝的啦吼。啊，但是到尾讲过说变。擂茶的啦吼，擂茶吼，所以我甲恁讲，迄本来是很累的意思，足忝的。啊，就将这物件拢甲擂做粉吼，啊，甲泡茶，用滚水甲泡的，拢甲啉落去吼，足营养的啦吼。啊，其实这就是客家的精神，啥物拢会当食落去啦吼，啊，甲透透的，啊，足骨力的，啊，真好食啦吼。啊，这叫做客家擂茶，恁拢有食过吼？对，感谢上帝。好，咱过来看土豆油，你讲。无输土豆油，那是恁客家的。我甲你讲，土豆油就是客家。咱的客家会将即个土豆吼，土豆客语叫做番挑呢，番挑是安尼进口的物件哦。毋过呢，伊呢即个土豆呢，用火甲烘烘咧，互芳芳吼，啊用大粒石头甲煮咧，油才走出来。所以咱即摆有讲，咱的客家的前辈迄个用。土豆油是用油车落去做，迄个油车是啥物啊？油车拄开始是大粒石头呢，是大粒石头叫做油车，所以迄个土豆油的来源是客家的前辈的技术所做出来。啊，土豆油足芳，恁拢食土豆油，知影迄是客家的物件吼。感谢上帝。咱过来客家吉啦，吉地，吉嘞，客语讲吉嘞啦吼，客家的吉嘞。咱去客庄参观啊，去佚佗吼，看到吼，迄吉啊有迄个吉啊皮吼，甲烘个焦吼，啊，就会当食落去，迄叫做果干呐，吉啊的果干呐。啊，这吉啊的汁吼，啊，甲泡做汁来啉吼，啊，就是吉啊汁啊，吉啊汁，大家拢知影讲，鸡痰化扫，鸡痰甲。化痰止扫，化痰止扫吼，啊健胃健肠吼，这是咱的吉仔茶啦吼。啊，若做咸的吼，就是迄个吉种啦，吉种就是
阮菜吼，猪肉甲撒撒的阮菜吼，这吉种，所以咱去客庄拢有食吉仔吼，迄是吉仔是好物啦吼。但是咱客家的精神是规拢搁食落去，所以咱皮啦、汁啦、内底纤维拢啊食落去，迄就是客家的精神吼。所以各兄弟姊妹，咱客家吼是足欠的啦，客家吉种、客家吉店足欠的啦，所以咱会晓讲即句。西妹暗讲，小姐你足水的，其实毋是水尔咧，带着客家的小姐足顾家啦，吼，安尼欠钱，捏钱，栽培囡仔，所以带着客家的小姐是非常幸福，足幸福的啦，吼，感谢上帝。搁看者吼，客家花布的起源吼，咱今仔一定爱搁一摆熟悉客家啦吼，咱。今仔我转两块布互恁看嘛，吼，即两块就是客家花布嘛，咱搁有一个长老教会的份额布会，表示讲咱这毋是咧卖物件，迄个商业客家，咱是信仰的客家吼，所以咱是信仰的客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份额布会的客家吼。好，感谢上帝，客家人过去吼，咱要买一块布，就是一匹布，讲一匹布吼，一匹布来做衫，做一领衫是不得了呢吼，一匹布做衫安尼足宝贵的。这衫若破去吼，旧去足毋甘的啦，破旧去就甲迄个还阁好的布甲加起来，阁加起来吼，阁甲斗咧吼，添做伙阁做一领衫啦，吼，还是阁倒一块布吼，做一块厨房的布，还是做倒巾，安尼叫做，这就是客家花布的起源。咱即马讲贴布，我甲你讲，贴布就是客家花布的起源，就是过去一块一块安尼甲。添起来，佫会当用啦吼，所以真欠呢吼。咱即摆贴布是讲好耍的，毋是过去拢毋是好耍，迄是欠啦吼。所以客家花布的起源是一块一块添起来。咱即摆客家花布拢是一块一块遮尔水，拢是完整的。毋过咱毋通袂记，伊过去是一块一块添起来的。客家的小姐吼，客家的妇人家吼。有真人真欠，真会做，足够添衫的，真顾家，逐个拢足够添衫的吼，所以这衫拢家己做的，安尼吼，做衫来穿吼。好，你看这拢客家花布吼，一块一块足水吼，感谢上帝吼，上帝赏赐互咱的客家花布足水的，感谢上帝。好。咱认捌即个台湾的文化、台湾的精神、客家的文化、客家的精神就是台湾的精神、台湾的文化啦。咱台湾的精神、客家的精神就是应尽吼，咱讲这应尽精神吼，包括什么货咧？忠义、忠心、仁义、勤俭、适应咱哦，迄个可怜含即个学了人相拍，咱的闽客戒斗，咱有听过即句话，闽客戒斗含。迄个好了人相拍输人较少嘛，拍输互赶去迄个较草地的所在，迄个荒山野外较贫穷的所在，所以呢，安尼送乡啦。但是呢，因为客家精神就伫迄个送乡的所在嘛，要拍拼甲生存落去啦。拍拼来生活，所以有真个好的适应力啦，吼，足骨力的吼，敬老尊贤啦，因为这老人技术拢足好的啊，吼，所以尊敬老人啦，刻苦耐劳，安尼伫迄个困难的所在拍拼做事，趁钱安尼勤俭吼，坚持拍拼，这个印证就是坚持落去，拍拼落去。坚定奋发，就是爱努力啦吼，永远都无妥协，爱努力，这就是应尽精神。这种精神嘛是咱台湾的精神啦，感谢上帝吼。所以咱台湾的精神，客家精神是真宝贵，咱来继续甲伊维持落去，保持落去啊。感谢上帝。好，客家人重视子孙的教育。咱有听过一句话哦，美容出博士，凤林出校长。你有听过这句话无？美容足侪博士咧，出博士，凤林出足侪校长咧，这是全台湾哦，乡镇吼上有名的咯，就是美容的博士上侪，凤林的校长上侪，表示讲这个汉人啊，足重视教育的啦吼，足重视教育，这子孙的教育啦吼。凤林国中的上第一个校长是张启仁，就是迄个28受难者之一啦。对地方教会嘛，对地方嘛真有贡献，这个张启仁是第一个校长。这个汉人真重视子孙的教育，是毋茫讲吼，这个艰苦吼，到咱一代就好，后一代就愈来愈好啦，香火爱传落去啦，子孙爱出头啦，祖先来保庇啦。所以咱去客庄看到足侪迄个宗祠吼，陈偌带，这祖先拢囥做迄个拜吼，就毋茫讲吼，祖先会甲咱保庇。这是客家的传统，无毋对。
毋过感谢上帝，有上帝要改变啦吼，就是咱客家人真勤俭，因为生活中，咱的生命中经历的变迁、创伤、被败退，即种艰苦，即种困难，但是信耶稣会当帮助咱对迄个创伤的迄种惊吓，甲透放出来。今仔日的客家基督徒，虽然咱可能嘛，佫足欠的啦，毋是咱即摆欠是对上帝的感谢，甲祝福啦，我们祈福哦吼。但是咱伫福音内底，咱要体会到即个族群的接纳。咱伫内底，咱毋免佫像永春吼，含即个荷兰人相拍啦吼。咱伫互相接纳，体会到上帝赏赐的平安，体会到即个上帝互咱的子孙伫上帝的保守内底，来传承落去一代一代。咱要体会到上帝的保守。毋是迄个祖先的保庇啦吼，上帝的保守。咱的子孙甲咱的祖先拢互上帝来保护、来保守，毋是靠咱家己的气力。伫遐要体会到迄个永生的愿望。即种一代一代在个人即种子孙，咱要体会到上帝互咱的永生的愿望。咱要体会到迄个救恩的喜乐。所以兄弟姊妹，爱对汉人来传福音啦。汉人是非常需要福音的，即个族群是非常需要福音的。迄个创伤伫内底，伫创伤内底体会到上帝的丰盛啊！伫迄种有限伫遐的环境内底，要体会到上帝的保守。所以汉人是非常需要福音，咱爱有责任甲对汉人传福音，这就是咱的责任啦！吼，感谢上帝。好，我来介绍一寡咱的客家的人物吼。这第一个是赵万昌吼，赵万昌长老，我想要介绍伊呢。伊是迄个屏东嘉东教会的名誉长老，教会长老吼。伊是非常我大概拄着伊拢笑眯眯、面圆圆、足古锥的吼。伊讲传福音是伊上快乐的代志，伊每一家拢安尼讲。50年的拢去教到传福音，用伫遐唱客语的歌，互大家听。伫遐做真济客语的歌，伫咱的圣诗拢有啦吼。所以我感觉赵万昌长老即种传福音的精神，50年无改变。伫教到传福音的即种精神，伫教会来传福音，真拍拼。所以即种的精神是去年他过身吼，82岁他过身吼，来看吼。赵万昌长老的相片哈，赵万昌长老是嘉东教会哈，嘉东教会。伊做这个爱出世做客家人是这条歌真有名吼，所以伊的原本的原型是这条吼。爱出世做客家人，对细汉我就讲客话哦。爸母教导我就安怎做人，我勤俭读册吼，来传家，来传家。我宁可吼，我的祖先、我的厝吼，甲我的田会当卖去吼，我嘛毋通卖记你祖先的即种话啦，就是无语啦，毋通卖去祖先的话，即个客语吼。我宁可即个厝甲田卖去嘛，毋通卖去你即个祖先的话吼。我感觉即种精神是咱会当学习的，咱的母语爱流传落去吼，这是非常宝贵。我来唱即条歌，互大家听者。爱出世做客家人，从小会讲客家话，父母教养爱做人，勤俭工作来传家。人爱注重行，莫忘注重生，掠下祖先流传给今年。人爱注重行，莫忘注重生，掠下祖先流传给今年。感谢上帝哈！这个张老佫有做一条眼界神嘛吼，眼界神嘛是圣诗有的，所以这条歌嘛是足宝贵的眼界神嘛。咱教要唱，这条咱会晓唱哈，眼界神嘛，眼界神嘛，你爱赞美主上帝，眼界神嘛，你爱赞美主上帝。我唱到这就好了哈，感谢上帝哈。好，
我搁要介绍一个吼，咱的客家的前辈就是彭德贵牧师，恁大家惊一个对吧？吼，彭德贵牧师就是咱的牧师妹，彭牧师，我为着要讲伊的代，特别去甲伊拜访吼，我特别去实际去甲伊看啦，因为牧师吼，牧师过去几年拢是代表客家伫即个所在来讲道，过去几年，但是牧师你讲袂使，我今年袂使叫伊我感觉吼。我一定要来看牧师，牧师身体即马无遐尼好势，所以伊讲叫我甲恁请安呢。所以咱爱为牧师祈祷迄牧师是双连教会退休牧师，伊退休了，受着双连教会支持，伫客庄的所在做真水的工，伫遐看着客家宣教伫河洛中会的困难啦，即个限制，因为新竹所在、新竹的所在足侪汉人的，毋过咱拢伫平地教会、河洛人的教会做礼拜，结果拢讲河洛话，拢无讲客语啦，所以平牧师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啦，咱就爱来帮咱成立即个客家中会啦。所以客家中会即摆是真侪拢用合法嘛，所以伫即个咱来支持，咱的双连教会支持，兄弟姊妹支持来促成即个客家中会。感谢上帝，我甲伊翕相即张我翕的哦，彭牧师有足水的因兜我感觉伊即相片足有精神的感谢上帝。好，伫双连教会支持组成即个圣经翻译委员会做主意即个甲圣经客语圣经甲即台语翻做客语啊，所以咱毋通想讲迄啥物高人做，毋是就是咱双连教会支持所做的咱的客语圣经，所以咱大拄仔有听着客语圣经嘛伫遐。客语圣经会当诚做学客语的教材，所以伫迄个客庄即传教者拢读客语圣经，安尼学客语有诶是河洛人去做客家地区宣教，也是宣教师，伫咱爱学客语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安尼来学客语，所以感谢上帝，客语圣经是咱的宝贝，毋过客语圣经嘛是咱双连教会伫遮支持咱的平牧师伫遮来翻译出来，感谢上帝。好。伫双连教会设立客语团契，真正实在是真宝贵呢。拄开始几个兄弟姊妹伫拜三的早时伫遐三甲做伙聚会，我愈来人愈来愈侪即拢牧师甲我讲的彭牧师亲口甲我讲的伊讲人愈来愈侪，到尾就成立即个客语礼拜，所以伫拜六下早成立即个客语礼拜。后尾安尼足侪人足爱来参加客语礼拜，毋是只有汉人呢。普通，咱的河洛人嘛来学客语，客家的歌足好听，恁大都有听着嘛？客家的歌足好听，所以咧，伫遐咱的客语团契嘛，诚做真侪，即个客庄的教会足好，有时咱会请因来分享，伫遐为因奉献，感谢上帝。所以伫双连教会成立客家的团契，感谢上帝。我直接要感谢咱的双连教会啦，因为若无双连教会支持就无平地贵牧师的客家的事工啦。若无双连教会甲平地贵牧师，可能根本就无客家中会啦，可能根本就无客家中会啦，嘛可能根本就无客语圣经的翻译的完成啦。所以兄弟姊妹无客语礼拜所以咱做的工是非常的水。咱的族群宣教，伫客家宣教，咱做的工是真水啦。感谢上帝，咱双连教会是模范生啦，咱是模范生啦。但是各位兄弟姊妹，模范生嘛是要继续努力才有好的成绩啦。模范生嘛要继续努力才有好的成绩。所以我伫遮搁一摆邀请，咱伫客家宣教，咱有份；伫上帝阁有份。咱有一工，迄上帝要甲迄个真水的迄个咱的客家的宣教免流放伫咱的头壳顶。感谢上帝。牧师甲大家请安，伊82岁无简单哦。咱袂当要求一个人永远含咱做伙做即个客家的工，毋过咱的即个客家宣教即个会证一定要继续来努力，继续来传落去。感谢上帝。好，我再来讲一个人，就是我啦，赖德清牧师。大家讲牧师你有够捧好，你是安怎？你讲你家己，但是兄弟姊妹，我甲大家讲这是我伫迄个组组伫遐主持客语圣餐客家圣餐族群互相接纳、互相分享但是我甲大家分享，基督徒的人生是为着主来活，所以荣耀是归伫上帝。咱无通啥物通夸口的，咱夸口只有主耶稣的稳定。咱无啥物通夸口，咱夸口只有主耶稣的稳定。所以咱的人生也是要为着主来活，咱的荣耀是要归伫上帝。所以，咱免惊，咱来为主做见证。伫遮我要甲大家分享学客语的经验。
嘛是讲学台湾话的经验啦吼。我要甲大家分享学客语的经验，佮学台湾话的经验。第二个是客家的精神，台湾的精神，信仰的精神。各位兄弟姊妹，我爸爸是家己溪口的汉人啊，伊家己溪口。但是伊少年的时，伊就搬来高雄啊，搬来高雄呢，到尾伫和乐教会吼，伫高雄三民教会做长老呢。啊，台语愈讲愈好，客语愈来愈袂晓讲啦吼，拢愈来愈袂记去啊。啊，我伫高雄出世的，我伫高雄出世，我对细汉拢无讲合法呢。但是我甲阮爸爸讲吼，我要来做客家干事好无？伊讲哦，真好，吼，安尼咱的祖先一定真欢喜，所以我就来做客家的干事。不过我拢袂晓客语呢，所以我就开始拍拼学客语啊。我开始拍拼学客语。各位兄弟姊妹，我用2冬的时间吼，2年咯，用2冬的时间甲客语对初级、中级、中高级甲学起来。得到政府所颁发的客语的老师的证照，我会当去学教客语。各位兄弟姊妹，我要甲大家讲吼，学客语，咱的学母语，咱学母语有3种的情形。第一个就是家庭教育啦。家庭教育，你伫厝，你甲恁囡仔教，甲恁孙教吼，安尼实在有够好的啦。伊拢学会晓，你即细汉甲教，伊一定学会晓的啦。毋过咱有的人无即个机会呢吼，即摆尤其是即摆吼，第二随机学习。啊，咱细汉都无人甲咱教，啊是讲吼，咱着拢一直迄个环境拢讲华语，我着袂晓讲，我细汉无机会讲。那安尼你就是有机会，你着学习啦。你有机会，你着来学习。咱今仔日双年教会聚会，咱有客语团契，啊，你着先煞去学一个新山，啊，你着到尾拢先煞会啊啦吼。所以这是随机学习，有机会你着学习。我讲的毋是只有客语哦，河洛话嘛是共款哦吼，河洛话嘛是共款。第三，咱学母语、学客语、学母语、台语嘛是共款啦吼，是意志甲决心，意志甲决心，我决定要甲学会晓。兄弟姊妹，你有决心，你一定会当完成的。你毋通甲我讲你学袂，我学客语的是50岁安尼，你毋通讲你无少年，无我已经嘛无少年啦。咱学母语，咱有决心、有意志，你一定学会晓的。感谢上帝，所以我伫遮是亲自甲大家分享学母语、学客语，对咱的人生会互咱更较丰富，因为这是上帝赏赐互咱的宝贝。台湾文化、台湾语言，这是宝贝啦吼！感谢上帝，你看这是证照，我甲你讲，毋是，我无甲你讲假啦吼！你看这是初级的，这是中级的，这是中高级，2冬用2冬的时间哈，你的人生足久长的啦，所以2冬会好啦，会好吼！兄弟姊妹，我搁一摆邀请咱大家来学母语吼，咱的台语，咱的子孙甲。爱学会晓人吼，咱爱传落去，这是真宝贵，上帝互咱台湾的礼物吼，真宝贵的祖国的文化。所以学客语、学台语、学母语，永远都无嫌袂富，莫甲我讲袂富吼。学语言互咱更较聪明。我有看到一解即个网络的新闻吼，即个医疗的新闻，伊讲吼人吼，无论几岁学即个新的语言吼，会互咱袂得着老人痴呆症呢。会互咱更较巧，记忆力会较好。学一种新的语言是足好的刺激，足好的文化的刺激，是对咱真有帮助的。所以咱会当学新的语言。兄弟姊妹，无论你什么几岁，你就来学新的语言。毋是干那汉人会当讲客话啦，毋是讲台湾好了啦，再人讲好了话，咱今仔日台湾即个所在，咱着听台湾啦，听台湾，咱就是学台湾话。所以兄弟姊妹，台湾是族群融合呢，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讲你去查恁的族谱，你嘛有原住民的系统，你嘛有客家的系统，啊，你河洛人，所以咱互相学习，互相欣赏，吼，咱来学更较侪台湾话，感谢上帝。好，我过来分享一样代志，就是阮兜的代志哦。咱拢知影10冬前，国道3号走出来事件，10冬前，10冬啊啦。10冬啊，吼！感谢上帝，10冬啊，伫10冬前有国道3号的走山事件，10冬啊，吼！阮的家庭拄着真侪困难，甲调整。迄阵我伫家人无会呢，拄着即个代志，对阮的家庭，甲对阮的家庭，甲教会拢是足大的打击，有真大的影响，真困难的调整。毋过伫即个困难中，还阁体会到上帝的恩典，甲阮三家弟弟。伫即个困难中，还阁要体会到上帝甲阮三个弟弟。
十当前后来上帝带领我来总会做客家的干事这是伫总会就任的迄天翕的相，我有2个小姐，感谢上帝。我伫遮甲大家分享，一直到迄阵到即摆，阮继续服侍主，这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兄弟姊妹为阮的家庭来代祷，伫主的内底会当有气力，想使阮会当有气力继续来向前行。阮即个小姐即个挂目镜，即个做牧师娘啦，感谢上帝。虽然爸爸过身的时伊读大学迄个乐乐，迄个是妹妹毋通叫是伊伊差5岁咧。伊逐个拢讲冤枉啦，冤枉我是妹妹，差5岁咧呢，但是感谢上帝，即个做牧师娘，即摆伫客家的即个普新教会做牧师娘啦，因先生嘛是汉人啦。那是汉人，感谢上帝。有一天伊甲我讲，伊做一首歌，2个爸爸。我甲听介绍分享大家2个爸爸，伊做一首歌，我讲哪有2个爸爸？你一个爸爸尔。伊讲无，伊感觉体会到2个爸爸。伊讲爸爸足听话，毋过爸爸就突然间无去。毋过伫即10年来体会到上帝就是爸爸，天顶还佫有一个爸爸咧照顾我，所以伊讲伊有2个爸爸，迄个天顶的爸爸佫照顾伊。兄弟姊妹，咱庆祝爸爸节的时，我知影咱中间嘛足侪人无爸爸呢。毋过咱毋通袂记的，你佫有一个爸爸，就是天顶迄个爸爸，伊佫会照顾你啦。这就是我的查某囝伊所分享的。所以我伫遮也逐个分享讲，咱天顶佫一个爸爸。伫即个10年中，阮体会到上帝甲阮送到伫地，这是主的恩典生2个囡仔孙足古锥生2个孙。阮囝婿嘛是汉人的，嘛是客家人是虎口的客家人得感谢上帝。兄弟姊妹，咱无啥物通好夸耀的，咱只有夸耀主耶稣的恩典。咱人无啥物熬的，是上帝熬。咱客家应尽精神、台湾精神、信仰精神，咱就是无论拄着啥物代志、啥物困难，咱就是信靠上帝。基督徒就是信靠上帝，咱嘛要将即个宝贵的福音来传互更较侪汉人。将所有的苦痛、艰苦来挖靠主，这就是真做咱人生上大的挖靠，这就是咱的幸福。所以无论拄着什么困难，各位兄弟姊妹，咱要坚持上帝予你的义上，咱要继续勇敢向前行。上帝要引带咱，这是阮的见证好，台湾教会宣告。我甲大家分享，2008年啊，咱的本宗咱的平地教会有744间啦，744间。客家中会21间啦，原住民教会525间啦，教会数拢总1269间，这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269间咱若甲迄个花莲的凤林啦、台东的慈善啦、屏东第2小区的迄个7间的迄客家的教会，佮新竹中会一寡客家的教会，甲客家中会教拢加落去40间啦，拢总加算加嘛40间尔。各位兄弟姊妹，和乐教会有704间，原住民教会525间，咱的台湾的客家人口300万人。你看40间够够？无够啦！所以客家中会一直咧开拓新的教会，伫迄个无教会的所在，搁咧开拓新的客家的教会。兄弟姊妹，咱要为着客家宣告，尽咱的气力来帮赞啦。因为咱欠客家宣告福音的济，传福音的济，咱要三角来努力啦感谢上帝，我搁一摆邀请咱，过去咱的双人教会做真济。若无人比双人教会做搁较济啦，咱伫族群宣告顶面，咱实在是出力真济，无论其他的族群，咱做了真济，但是模范生嘛是爱继续努力，咱要伫上帝讲继续来努力，请咱支持客家宣告，上帝要将迄个真水的免流放伫咱的头壳顶，要赏赐互咱爸爸旧年过身去，过身之前叫我去客家的溪口，伊讲你去溪口搁看一个啦。我读册迄间溪口国小搁甲看一个啦，溪口国小100年啊，我等去看叫看到溪口真正有一只客家文化馆呢，真正有客家文化馆，毋过贼拢落来啊，贼拢落来。兄弟姊妹，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告，
关山、伫平地、伫偏远的客庄，咱拢咧宣告啦。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用爱听乡土的心咧宣告，咱希望各族群的文化会当继续发光发热啊！各位兄弟姊妹，上帝是好人啦，嘛是原住民啦，嘛是汉人啦。而且我邀请大家伫客家宣告有份，咱做股东啦，咱有份伫客家宣告，感谢上帝。啊，我唱阮爸爸，我唱即个两个阿爸吼的歌，互大家听者吼，这是阮查囝伊的见证吼，上帝甲咱三个弟弟吼。爱有相爱的阿爸，伊家在天堂，伊家在地上，伊家疼爱有了，伊家看顾条千家路，阿爸的爱，阿爸。用爱平爱中台，阿爸的爱，阿爸的爱，图我勇敢向前。这首有华语有台语哈，我唱起以后大家听就好啊，感谢上帝。最后，我用一首咱的客语圣诗最后一首哈，660首来做一个结束哈。这首歌是美浓的古调，我唱给大家听哈。这是美浓古调，客语圣诗660首，身体健壮，体力强。身体健壮，来体力强。年度的气是大呀梦，一旦翻了边那惨的是我。爱的个心又有神那捧，是错了家来心母红，天上的真神。做来祈祷，感谢上帝，伫台湾文化中有客家的文化，有汉人伫阮的中间。阮相信各族群的文化精神是上帝所赏赐的。台湾文化、台湾精神是真的丰富，是上帝真水的安排。传福音予汉人是阮的责任，阮也决心要三个来拍拼，手牵手，心连心。伫客家宣告有份，愿上帝赐福阮手所做的工，阮的奉献，阮的祈祷，主的恩惠满满伫阮的心上。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老师的正道甲分享，这是请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467首，圣诗467首，主必拯救同罪人，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是要来准备奉献，也要代表教会来欢迎礼拜来教会做礼拜的朋友。你若还未填写留名卡的，请伫你的座位头前填写完，交互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这时请咱来奉献。起立，因为上帝，阮感谢你，逐日赏赐阮丰盛的恩典伫阮中间。无论是肉体的饮食，也是生命的灵粮，阮拢得到养赐。阮即马要将你所赏赐的金钱甲财灵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感纳，并且也恳求天父上帝圣神的感动，来差遣阮，互阮成做你好的器皿。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
这是要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本周特别事项。本主日为总会所定客家宣教奉献主日，感谢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干事罗德谦牧师代表客宣。伫第1场、第2场、第3場禮拜的正道及請安，以及連正祥牧師代表客宣伫第4場的禮拜正道、請安及事工的報告。願上帝賜福客家宣教中會伫客家地區的宣教事工。第2點。因為疫情的關係，每一個主日進入教會需要實名制。若是你已經是本會在職的會員，請你摕相連的關懷卡摕出來，互幹事看，就毋免擱再寫即個名條，請咱大家來配合實施。第2大點，福音主日9月27號下午下主日，為本會所定的福音主日，伫主日禮拜中間，要來分享較有福音性質的信息，歡迎兄姐邀請無道友來參加禮拜。第3大點。遺體關懷第1，本會會友彭照明兄弟伫9月初9安息主懷，定伫9月24號本周4下晝1點半，伫第2殯儀館祭美4廳舉行入殮火化禮拜，並伫9月27下主日下午1點半。伫本會7樓禮拜堂舉行告別禮拜，請兄姐關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第2，恭喜本會會友李榮義、李王晶的學生黃香婷伉儷伫9月初9得到一個查某囡仔，願上帝賜福，新生兒甲因全家。第4大點，周報事工，煞接咱會碰到中秋連假，請有要刊登消息伫10月初4周報的單位，會記得伫9月27號下主日下班進前，將消息提供予教會辦公室。感謝大家配合。以上要請。咱的主任牧師來補充報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來介紹第一遍，甲咱做伙禮拜即兄弟姊妹這有一位即個羅梅女士羅梅小姐，在坐佇叨位？坐佇外面啦咱有來歡迎伊其他到第一遍來甲咱做伙禮拜的兄姐，咱今日特別感謝羅牧師甲咱做伙分享有關客家的宣教時間。咱也持續為着客家的宣教事工來祈禱，願上帝親自賜福保守看顧。咱同心來祈禱。是阮的主，阮感謝你的恩典，你保守看顧阮，互阮得到你所享受真實的平安。主啊，阮特別將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仰望交代佇主的手中，求主你親自賜福保守看顧，用你的疼充滿阮，互阮佇教會生活中間彼此扶持，互相關懷，也佇這個信仰生活頂面互相鼓勵，懇求主你賜福保守看顧，也互阮領受對你遐來豐盛的慈愛，互阮。離開教會了後，有緣會當用阮的性命為你做見證，榮光你的聖名。
阮特别也将客家宣教的事工，仰望交在你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互台湾每一个族群，拢会当领受，互阮得救的福音。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三个来吟上咏513首，吟诗后请罗牧师来祝祷。513首，请起立来吟。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同享，圣灵的感动，同一人共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恭受垂肯。